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天文台嘅呢節天氣節目，我係李志豪。今日我哋受咗一股偏南氣流影響底下，天氣都比較熱下㗎。而晏晝我哋喺維港望出去，望到雖然雲量都比較多，不過雲層中間我哋都見到啲罅隙，我哋有陣時都見到啲陽光㗎喎。咁所以今日嘅各區最高氣温啊，多處地區都上升去到約32度或者係以上㗎。不過大家要注意翻啦，我哋喺大範圍嘅衛星影像就見到啊，廣東內陸地區有啲比較厚實嘅對流雲層啦，咁其實就同一道低壓槽相關。而與此同時啊，雷達圖像都探測到啊，啲比較強嘅雷雨區咧就影響住廣東地區嘅喎。我哋預料呢度低壓槽啊就會逐漸咁向南移動啊，靠近沿岸地區㗎，有機會為我哋帶嚟啲驟雨啦，同埋咧甚至乎雷暴嘅喎。咁大家就要注意住最新嘅天氣變化，同埋記得帶定把遮傍身，咁就比較穩陣啦。而翻返嚟今晚至到聽日嘅詳細天氣預測將會咁嘅，係大致多雲，有幾陣驟雨。今晚同聽朝早驟雨就會較多㗎，同有幾陣雷暴。而氣温咧就介乎係喺25至到30度之間。而風方面係吹輕微至和緩嘅偏南風。而再長遠少少嘅天氣預測方面係啊，我哋預料今個禮拜中至後期啊，呢度低壓槽就會逐漸咁減弱，咁沿岸地區嘅天色就會較為明朗，天氣會變得炎熱㗎。所以我哋嘅天氣展望方面係啊，只有嗰2、3日啊就會短暫時間有陽光，仍然有2陣驟雨㗎，日間天氣炎熱。咁今節嘅天氣節目我就講到呢度，祝你有個愉快嘅晚上，再見。